我发现现在的生意真的是太难做了。粮油价格很稳定，可是中粮负债3861亿，地产生意火爆，结果10大地产商却负债10.45万亿。涨价按毛算，降价按分跌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别负债9881和7187亿。老百姓养一头猪尚且能赚个成百上千的，可是养上万百万头猪还能享受各种补贴的17家上市大猪企反而爆出负债4000亿。咱按一头猪4000块，全国一年吃掉7亿头算，这些猪企已经欠国家14年零3个月的猪肉了。还有国家电网负债2万亿，国家铁路负债5万亿。说到这儿，就必须要表扬一下中国烟草，人家连续3年还亏损了40.9亿，和那些动不动就负债1000亿万亿的比，真的能算得上是良心企业经营有方了。数据显示，我国企业的负债率已经高达158.2%，也就是说，几乎各行各业的大老板都找国家和银行借了钱。那么，作为大债主的银行总该是盈利的吧？可是仅4大行就负债79万亿，什么概念呢？我国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8.29万亿，2021年才终于突破了20万亿大关。所以我的总结，越是有垄断权和定价权的大生意、好生意，越容易经营不善，稳赔不赚，甚至连到底把钱赔给谁了都让人想不明白。宁可当老赖，也不还房贷。如果没有走到迫不得已这一步，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真心抹黑，甚至影响下一代？老百姓1代人、2代人，甚至3代人买一套房，可能最后等来的是遥遥无期的停工，甚至烂尾。明明知道自己买的房子已经不可能复工了，已经没有救了，但每个月还依旧要给银行还按揭，这就是扯淡的现实分担逻辑。兔子逼急了都要咬人，把一个人逼到这个份上，他还要什么真心？最近一段时间，全国一些城市不同程度集体停止还贷，这真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你们可以申请破产，甚至一走了之，但老百姓呢？老百姓是一生的积蓄，甚至是拿命在赌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停工？一些银行监管账户上面根本没有资金，拿什么来复工？到底是你们监管不力，还是里外勾结转移资金？老百姓凭什么还敢继续相信？如果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甚至往死里整，他能不反抗吗？